总统赖清德讲要以林关税开始来谈判，也毋过民众党团是认为林关税恐惊严重冲击到台湾的产业，要求政府说明林关税会当换到啥物。国民党团是认为爱先用亲像是台积电这优势的产业去甲美方谈判，若成功才个继续大投资、大采购。谈判关税可以从比照美加墨自贸协定，从台美双方零关税开始谈起。面对美国对顶关税冲击，罗总统切让这次五大策略形形，强调未采取报复性关税，个别调台美零关税开始讲，积极解决存在真侪年非关税贸易障碍，希望促使台美谈判更加顺利。行政长杜英泰7日下晡，佮邀请国会纳入被党团三长共商国事，暗过民众党要求专程直步，也有行政院也个立法院专案报告，说明对美国交涉的进度。从零关税开始谈，大家可以仔细的想想，对台湾的产业会造成多大的冲击。全体的台湾人有权利知道我们到底换到什么。善用我们这些目前优势的产业来对美谈判，必须谈成了以后，才能够让大采购、大投资进一步的往前迈进。那也佫要求罗总统爱召开国事会议，邀集朝野共商，那被也讲声向政府发声，今年总预算案省内钱应该加做进行方案的基础，也要求立下停止大罢免。暗过民进党团认为，固然伫面前，朝野拢该伫不设政治前提之下，一致对外正向讨论，支持行政部门提出的改方。不应当把重要的国家、重要因应国际变局的时刻来绑上任何政治的议题，我们不乐见。所以希望是不设前提的，大家一致对外的正向讨论。另外向在野发声，希望因提出更较侪有建设性的建议，将强度难关。另外在野要求行政部门到立院专案报告，甚至感觉880亿可能无够用，爱阁增加。我需要强调关于理性来讨论，希望立法院长韩国瑜赶紧接一条线来协商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